Hello，大家好啊！咁我係 Vincent，又到每個禮拜嘅 Vincent 周末清談啦。喺過去一個禮拜啦，咁小米咧就宣布咧就喺港股入邊咧配股集資400億，咁亦都可以話憑一己之力咧咁係領跌港股嘅。咁小米喺公布佢配股集資之後咧，第二日小米大跌咧係6%，咁而港股咧亦都係大跌500幾點嘅。小米公布咧就係要係以先舊後新配股集資400幾億，咁亦都可以咁講係喺股票市場裏邊咧就係攞咗400幾億現金走嘅。咁而家呢個問題就嚟啦，小米唔係好多現金嘅咩？咁小米而家配股集資攞啲錢嚟做咩嘢呢？咁同埋呢次嘅配股集資究竟對投資者嚟講究竟係好事定壞事呢？咁我哋略為去清談一下。咁今次小米咧係採用嘅咧係配股而唔係供股。咁配股係針對咧特定嘅機構或者係投資者嘅。隨着小米汽車嘅成功咧，咁係越嚟越多嘅機構性投資者係希望咧係投資小米嘅。咁佢哋由於買嘅量好大，所以講如果直接喺股票市場入邊購買嘅話咧，好容易係買唔足貨，同埋個股價會因此而被炒高，好唔划算。而喺小米本身嚟講，隨着產能不斷擴充，同埋個研發支出不斷上升，小米都有一定程度上嘅資金壓力。所以今次小米以6%嘅折扣去配股集資，可以話對投資者同埋對小米本身都係一件有利嘅事，可以話係一家便宜兩家着。既然呢一個咧喺理論上嚟講係好事，不過小米公佈完配股之後，第二日係大跌6%嘅，咁係因為呢一次嘅配售係削弱咗原有股東嘅權益。我哋舉一個例子啊，假設喺一間公司入邊總嘅股本係1萬股，咁有10個股東，咁每個股東平均每人係持有1000股，或者可以咁講，佢哋持有10%呢間公司嘅權益。咁呢啲股東咧享受嘅10%公司權益，咁包括咗就係重大決策嘅投票權啦，同埋公司嘅股票嘅分紅權等等。咁依家公司由原本嘅1萬股股本增發到2萬股股本嘅時候，呢啲原有嘅股東持有嘅1000股股票就會係有所減少嘅權益，即係由原本嘅10%嘅公司權益減少到得返5%。另外啦，今次小米咧係選擇先舊後新嘅方式咧去配售嘅。咁呢個咧亦都俾一啲國內嘅投資者覺得今次嘅配售咧係幾急嘅。咁首先嚟講，乜嘢叫做先舊後新去配售股票咧？咁就係大股東先將佢嘅股票借俾公司去做一個配售，咁公司咧就可以好快速咁樣完成配售，同埋攞到現金、攞到資金翻嚟。咁而公司完成配售之後啦，發行新股，再將個股票還俾大股東。咁今次嘅配售咧，對於大股東雷軍先生嘅權益咧變化就唔大嘅，因為本身就小米將個股票還翻俾雷軍先生之後咯，咁雷軍先生喺小米嘅權益佔比咧就由原本嘅24.1減少到23.4%，咁就只係少咗0.7%嘅變化，可以話係唔大。今次咧已經係小米上市以來咧第2次嘅配售集資嘅啦。上一次喺2020年嘅12月，當時候小米咧係配股集資咧係集咗260億翻嚟，係準備去做電動車嘅。當時候小米嘅股價咧係約莫係26蚊，咁配售完之後咧，當月最高咧係升到咗35蚊。當然後來係隨大市咧係亦都係大跌落去翻去10零蚊呢個位置嘅。小米嘅今次嘅配股集資咧，事實上係影響咗市場上咧係一啲非常之樂觀嘅情緒嘅。咁呢啲因素咧，亦都影響到咧小米咧個股價到我哋截稿前咧係跌咗13%嘅。不過咧，我個人咧我就會覺得呢個影響係一個短期嘅。咁而至於小米嘅股價嘅長期走勢係點行咧？咁我哋咧有必要咧就關心一下或者關注一下小米今次集資翻嚟嘅錢咧係用嚟做咩嘅？咁今次嘅配股集資咧個主要用途咧主要兩方面嘅。第一個係 AI 嘅研發，第二個就係小米汽車嘅產能擴張。喺之前嘅小米公佈出嚟嘅最新嘅業績咧，喺2024年小米汽車整體係虧損嘅。但係如果每一個季度去睇，小米汽車嘅虧損係收窄緊嘅，平均每一架小米汽車嘅虧損咧係4萬5蚊人民幣嘅啫。咁銷售量咧已經去到咧13萬架啦。咁今年預期咧就會去到35萬架。咁而且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小米汽車上年嘅單價係去到咧25萬。咁而今年喺 Ultra 嘅呢種加成下咧，今年有機會係突破每一架30萬嘅單價。咁如果小米今年嘅產能係可以擴充到50萬架甚至更加高嘅水平嘅話，咁就會實現咗喺投資界裏邊最中意嘅就係量價齊升呢種情況。呢個唔係冇可能嘅。
之前小米汽車自己都證實，小米喺北京嘅第2間超級工廠已經係啟動咗。咁翻去投資市場啦，有一樣都值得提一提嘅，就係3月份比亞迪咧都喺港股咧做咗一個融資嘅，用咗430億翻嚟，主要用於咧就係全球化或者係叫做全球擴張嘅。咁喺而家全球嘅汽車嘅經營環境嚟講，2025年到2026年，汽車市場嘅競爭咧應該係會越嚟越慘烈嘅。比亞迪最大嘅挑戰係點樣維持咧喺大陸市場嘅一個位置，同開拓海外嘅市場。而對小米嚟講咧，就喺呢個咁慘烈嘅競爭環境裏邊，點樣可以迅速咁樣去擴充嘅產能，同埋增加自己喺電動車入邊嘅市場嘅份額。所以喺目前嘅環境下咧，邊一間公司擁有更低成本嘅現金，同埋擁有更好嘅現金流，呢個就會決定咗佢哋可唔可以喺呢個咁劇烈嘅競爭環境裏邊生存落去。所以我相信咧，隨着小米同埋比亞迪完成配股融資之後，其他嘅車企都有呢個需要。咁對於大家去投資其他嘅未有融資嘅車企，就要小心啦。最後咁翻嚟講小米個股價啦。咁小米之前係公布咗咧，就係有史以來最好嘅小米嘅財務報表。咁今次配股集資之後咧，小米嘅現金就會更加之充裕，咁可以話更加多嘅彈藥。咁而我哋都睇到啦，小米嘅呢個品牌喺國內咧，個認受性係越嚟越高嘅。咁呢一方面對於小米嚟講都係長期利好嘅。咁今次小米嘅股價嘅下跌，反而可能係俾大家一個低級嘅機會。過去半年啦，小米嘅股價嘅走勢係非常之好嘅，咁而亦都係投資者比較喜歡。咁所以講咧，小米嚟緊咧有一啲嘅新嘅消息，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咁而大家對相關嘅題材有興趣，可以係點讚、分享同埋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咁多謝晒。如果你都中意 Vincent 嘅片嘅話，就記得訂閱、讚好同留言啦。仲有記得分享出去俾朋友。下次見。